你見過地震前天空突然發光嘅奇景未？呢啲神秘嘅光束，唔少人都話係大災難即將來臨嘅預兆。究竟呢種被稱為地震光嘅現象，背後有咩不為人知嘅科學秘密呢？今日我哋就一齊揭開佢嘅神秘面紗。幾個世紀以嚟，世界各地都有人目擊呢種奇異現象。有科學家相信，地震光可能係地殼板塊移動時，岩石受到巨大壓力，導致電荷釋放，令空氣電離。就好似天然嘅等離子體燈，喺漆黑嘅夜空中發出五顏六色嘅光芒，景象非常震撼。雖然地震光嘅機制仲係個謎，佢出現時機同地點都好罕見，未能作為準確預測指標。但科學界正努力研究，希望深入了解呢種奇特現象，終有一日解開所有秘密，提升地震預警能力，為人類爭取寶貴時間，減少大自然災害帶來嘅衝擊。